Hello， 姐姐你好啊。伯伯你好，你好，早晨。你早晨，你叫咩名啊？我叫蘇嘉蘇斯洛華啲，我而家41歲，我結婚，我老公返工係銀錢，我有一個靚仔11歲。哦，你個女11歲噶啦，咁你嚟香港做嘢咧，邊個照顧你嘅女啊？佢爸爸同我媽媽。哦，明白。好，咁啊，我知你啦，喺香港做過啦。以前喺香港做乜嘢？照顧乜嘢？可唔可以講嚟聽下？呢個小朋友清潔屋企、洗衫、燙衫、煮餸、買餸、洗車。哦，好多嘢喎，都要洗車啊，煮餸買餸。好啊，咁老闆屋企咧係咪都有老人家啊？好似係公公係咪？爺爺？係啊，有公公佢病，唔識行，唔識食。哦，公公行唔到路啊，即係行唔到路，同埋食嘢係咪要餵㗎？係啊。哦，明白。我幫佢俾佢遮，俾佢沖涼、換衫、洗衫、換片。哦，要着尿片添。幫佢瞓覺，係啊。哦，即係安排佢瞓覺咁樣咧。咁佢如果出街係咪都要坐輪椅㗎？係啊，用輪椅。用輪椅 ，OK， 明白。好啊，咁老闆屋企咧，係咪都有2個小朋友啊？我記得好似係一個男仔一個女仔，係咪？係啊。OK。佢10歲同12歲。哦，咁小朋友返學放學咧，係你接送啦，一係佢哋自己去㗎？同我 travel， sometimes 同我自己行。哦，有司機嘅，即係嗰陣時老闆屋企有司機嘅。哦，但係你都陪小朋友一齊去嘅，去學校咁樣。係啊。哦，明白。好啊，咁姐姐我想問下咧，如果而家你再嚟香港做嘅話咧，你準備做幾耐啊？做幾多年啊？maybe 4年，maybe 6年。哦，4年6年都好耐喎。明白。好啊，咁至緊要過咗嚟做得好，同老闆相處嘅好，大家開心嘅話咧，就可以到時再 renew 啦，咁樣啦。咁我想問下嗱，有份工咧，老闆屋企咧就有3個大人，就先生太太，一個嫲嫲。嫲嫲咧大概係70幾歲，74、75歲左右啦，大概係咁樣。咁嫲嫲咧就身體都 OK 嘅，只不過可能老人家有時咧啲腳啊唔夠力啊，行路咧就慢啲咯，咁樣咯。咁就你都要照顧嫲嫲啦，照顧老婆婆啦，咁樣嚇。咁就先生太太有2個小朋友，同你之前喺香港嗰個老闆一樣，有2個一男一女，係啦。咁哥哥咧就12歲噶啦，妹妹咧就啱啱7歲嘅。咁你咧可能都需要有時幫手咧接送妹妹咧返學放學啊嗰啲咯。OK，得。咁都要做家務啦，清潔煮飯啦，咁樣咁當然呢個老闆屋企唔算太大啦，咁就做清潔方面就簡單啲，係啦。咁幫手去街市買下餸啊，煮飯啊嗰啲，你識唔識煮飯啊？煮餸啊，中國餸嗰啲。少因為係呢個老闆 sharing 同姐姐，佢自己 job 自己everything。以前你意思話以前嘅老闆屋企咧就有另外一個姐姐主要負責煮餸嘅。係啊。所以你就所以你就比較少，但係有時都要煮，係咪？係啊。OK， 所以如果你嚟而家老闆屋企淨係一個姐姐啦，呢個老闆嘅話一個姐姐，咁你自己煮餸啊、買餸啊嗰啲係咪都 OK 啊？OK， 好啊。好嗱，另外咧再問多少少問題啦。如果再嚟做嘢啦，咁有時星期日唔放假，老闆俾錢你咁樣，你 O 唔 OK 啊？OK， 冇問題。冇問題啊 ，OK， 好。咁另外咧就你知啦，就如果喺香港做嘢啦，咁當然都希望你做得耐啲啦。咁學你話齋做4年啊、6年咁樣咯，咁自緊要乾乾淨淨啊，因為打掃屋企啊、清潔啊嗰啲咧，咁我哋都中意乾乾淨淨咁樣咯，係啊。明白啊 ？OK， 好啊。咁姐姐唔該晒你先，咁我同先生太太咧傾下啦，咁我再通知你啊。唔該晒你。唔該晒哥哥。冇係，OK， 好，拜拜。